迎收睇彩虹貓貓。今集我哋去咗藍田100分玩啊！入場前要寫低個名，免費送你一對防滑襪。一入場我哋就去玩水滑梯啦。隔籬有木粒池，仲有波波池，跟我一齊入船睇下啦！仲有一條樓梯可以上去㗎，好似玩緊打地鼠咁樣啊！你係咪傻咗啊？唔係啊，拍緊啊！玩唔玩啊？隻手好痛啊！呢條水滑梯快啲㗎！我哋又準備上船玩啦！可惜甲板位置封住咗，玩唔到路。我都嚟捐隧道先，等我睇下仲有咩好玩嘅。呢啲玩具啱 BB 玩。係啊，有車玩㗎呢度。一條短短嘅車路。嗶嗶嗶，唔該謝謝啊！好，去第二個地方玩。呢度有個色扮演區，不過我哋冇咩興趣喎。我哋去晒攀爬區度玩啊！哥哥係冇成功捉到心仔嘅，然後心仔好快就捉到哥哥啦。跟住我哋去玩幼兒區，有迷你小屋、搖搖馬同搖搖板，仲有屋砌砌啊！私藏時間，係
續係安全嘅幼兒區。再嚟多次。有嘢玩啊！我第一個排隊玩遊戲換禮物。Hello， 小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哋嘅大家可以出嚟攞翻個小禮物先喎。1、2、3，耶！跟住你嘅小甲蟲。第二個遊戲係做任務，送3個銀幣。如果媽媽生日咧，你會送咩禮物俾媽咪？送個蛋糕俾佢。啊，好喎，仲有得食。OK，呢度有填色區。有袋啊！我想有紙袋啊！哥哥都嚟油顏色啊！媽媽同我一齊完成嘅作品，又有小遊戲玩啊！142，每人有2次機會，出界就唔計分。130，將2次分數相加，最高分嗰3個小朋友就有大禮物噶啦。哥哥連續2次都出界，所以就冇分數咯。最後我哋用銀仔嚟玩夾公仔機，哥哥成功夾到2個啊！等我都試下呢部機先。好嘢！今集時間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我嘅分享，歡迎讚好同訂閱我，記得 follow 同 like 我嘅 IG 啊！拜拜，下次見。